立法會議員黃宜弘尋日凌晨提議終止議席出缺條例草案辯論之前收到秘書長吳文華轉交俾佢嘅字條，被質疑係收到主席曾鈺成嘅指示先至發言。吳文華話字條上面只係寫咗開會時數，冇其他內容。而黃宜弘就話講稿係由佢親自寫。黃耀揚報導。星期四凌晨4點17分，立法會點算人數期間，主席曾鈺成提咗秘書長吳文華一句：翻嚟就喐啦，翻嚟就喐啦。跟住吳文華就託職員將一張字條交俾黃宜弘。2分鐘之後，職員再將另一張字條交俾佢，但係就睇唔到張紙嚟自邊一個。之後見到黃宜弘間中攞起張紙細閱。去到4點25分，黃宜弘離開座位，同民建聯議員葉國謙傾咗一句，見到佢拎住張字條寫滿字。黃宜弘議員咩問題？4點29分，會議恢復，黃宜弘即時提出規程問題，要求曾鈺成終止議席出缺安排辯論。佢睇住張紙讀，但係唔知呢一張係第一張，抑或係第二張字條。吳文華話：交俾黃宜弘嘅字條只係寫有開會時數。佢一路都係問緊我，其實而家我哋開會開到幾多個鐘頭，因為我哋係要數嘅。咁我一路就叫啲同事，你哋數一數俾佢啦，咁樣。咁就後尾就啲同事俾咗個信息我就寫咗張紙，話俾佢聽係33.5個鐘頭。黃宜弘就強調，講稿係由佢親自寫。嗰個建議嗰張紙咧係咪？我嘅紙寫嘅。咁係咪夾埋中止辯論啊？咩夾埋中止？有冇夾？點解你哋對我咁懷疑咧？唔係，你可唔可以講下？你做咩？你點解要對我嘅懷疑？我係最老實嘅人，從來唔講大話。佢又承認其中一張紙的確只係寫住33.5小時。至於第二張紙寫住啲乜，黃宜弘話佢唔記得咗。亞寬頻電視記者黃耀揚報導。曾鈺成話冇印象點解當時同秘書長吳文華講咗一句翻嚟就喐。吳文華亦都話當時聽唔清楚，但係就話星期三已經話咗俾曾鈺成知，黃宜弘曾經查詢過議員提出終止辯論嘅程序。黃嘉瑜報導。對於點解向秘書長吳文華講一句翻嚟就喐，曾鈺成咁樣解釋：真係我唔記得喎，因為喺嗰個成個會嘅過程呢，我係好多機會同隔離秘書長呢有溝通，尤其是即係休息前、休息後啊咁樣。咁所以我真係我唔知道，我唔記得起咧，到底當時嗰個前文後理啊，我冇同呢個黃宜弘或者任何其他建制派議員呢去所謂夾過應該點樣做法。我係有同我秘書處啲同事傾過，問過法律顧問。不過吳文華夜晚話，星期三已經同曾鈺成講過，黃宜弘曾經向佢查詢議員提出終止辯論嘅程序。黃宜弘議員準備咁做，佢都即係問我係得定唔得㗎咁樣。咁我當時都話俾佢聽就係唔得嘅，即係因為個議事規則係冇呢樣嘢。至於點樣理解翻嚟就喐呢一句説話，吳文華就咁樣解釋。後尾就主席就好似有同我講就話，如果咁嘅話咧，即係就會喐噶咯喎，即係咁樣。咁我好似覺得咁上下嘅嘢，即係我即係都隔好遠啊，所以我唔係完全聽得好清楚。但我理解咧，即係佢係覺得我俾咗啲資料啊，黃宜弘議員咧，黃宜弘議員就會提出嗰個議案。吳文華話：曾鈺成過去問過秘書處議事規則第92條嘅意思，但回覆曾鈺成時冇提及可以用嚟做終止辯論。事前亦都唔知道曾鈺成後來會引用呢條條文。亞寬頻電視記者黃嘉瑜報道。